你好，恒基今次大件事啦，稍後先同大家講業績。年年恒基都仲可能維持派息，今次到咗臨界點，減少咗派息，又個情況好似煤氣當年唔派紅股，可以想起會激起着重派息嘅退休人士。其實我一向都唔喜歡派息派突，當年匯控有一個年期亦係咁樣。當派息比率越嚟越高，我諗對企業嘅長遠係不利。最好當然係派息比率合情合理。我最中意派息嘅比率係大概3至4成，留一啲緩衝區，而且企業最好係能將資本有效運用，但呢個又關乎企業嘅發展週期。其實我都一樣持有恒基，一直視佢為好企業。雖然幾年前恒基投地實在太勇猛，眼光唔係太好，但見四叔嘅兒子都幾老實，希望今次唔好睇錯。恒基最好嘅地方係喺公司最艱難嘅時期借足股東資金。近期樓市嘅市道改善，可惜未見到恒基有一啲大盤推出，好怕會錯失時機。明天有時間再睇恒基嗰份業績，為大家分享一下我嘅睇法。